国来有法度来推动税厝的实价登录咧。内政部长刘世芳今仔是表示讲，真侪厝主可能会烦恼讲租金的收入会互税务机关来追查，所以无愿意公开，嘛去影响到税厝的市场。所以强调讲，政府会继续定期来公布租金统计等数字，互民众来了解。 推动租厝市场资讯透明化，为了要解决租厝乌漆的问题，是毋是让比较帮好高兴实价登录，也推动租厝实价登录咧？内政部长刘世芳讲出4大困难点，全面实价登录可能会造成厝头家担心租金的收入和税务机关追查，无愿意对外公开，甚至减少厝的出租率，影响市场的运作等情形。 我们现在做的一个部分的话，就是利用这个租金补贴的大量资料来做一个大数据分析，提供给民众一个整体的租屋行情。这样，就是说未来就是说固定可能半年就是有一个租屋的行情，这些数字嘛，可是不会要求房客要做一个租金的一个申报。实价登录不会做。内政部指出，一直到113年年底，已经掌握差不多72.7万笔有效的租约，大约是占潜在租厝市场的60%。 将会继续定期公布租金统计数字，强化租赁资讯整合分析。因为立委也点出，租厝市场透明化的关键是一个租赁契约的登记。因为租金补贴政策正是推动契约登记的重要手段。不过，为什么双北的涵盖率上低呢？为什么双北比较低？因为其实就租金补贴来讲，双北因为大概在符合的这个比例上来讲。 是相对比较低，因为以学生为主，租金补贴它也有一个薪资上限。希望考虑就建立就是透明化的平台，就是说稽查的机制。有关于纠纷的部分，我们现在也在推动法服的部分来提供民众的一个租屋纠纷的咨询。 那以现在来讲话，每个月大概会有400件的一个咨询量。内政部表示，将会检讨定期化契约租赁纠纷处理机制，一个优先出头家政策，来建立公平稳定的租赁环境，确保租赁双方的权益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